嚟到咗 P2停車場啊，呢個入口啊，然之後就行過去黃色牌嗰度啊，指住咁咧就係梁啟超故居入口啊。咁我哋而家今日咧又去埋呢個梁啟超故居啊。咁啊，經過又係商店街啦，通常都係咁噶啦。佢啲停車場啊，就經過嗰啲小商店啊，即係嗰啲小攤檔啊，然之後就嚟商店街啊。就去嗰啲景點啊，就係咁啦。哎呀，見唔見到玫瑰啊？陳皮玫瑰啊，晒到整到陳皮玫瑰嘅賓館前啊，要喺門口度咧攞個票啊，憑票免費進場啊吓。我喺呢度驗票啊，咁啊4個啊，唔該。咁咧，如果係要講解就要俾錢付費嘅。好，咁我哋睇下呢個梁啟超故居先。係啊，你睇下呢個西式嘅建築啊，羅馬嘅拱門啊。白色啊嘅建築物啊，白屋啊，好似白宮咁啊！啲人咧就整喺嗰個中間嗰度咧，圓形樓梯嗰度啊，影相啊！介紹翻梁啟超嘅生平啊，字卓如，號任公啊，新會人啦吓，咁係近代傑出嘅思想家、改革家、文學家。致力於救國變革，寫咗大量嘅詩文，弘揚愛國主義。呢度就係故居啦，大家有興趣可以嚟參觀下。我咧就講翻嗰個戊戌變法啊，就係8月維新啦，同日本嗰個明治維新咧就係好有關聯噶。咁啊，清朝嗰陣咧，光緒皇帝咧就俾佢哋去到改革呢個用呢個科學啊，去到即係希望科學救國啦。但係就後嚟俾慈禧太后咧就係阻止咗咯，咁所以就影響到即係中國嗰個科技嗰個嘅發展啦。不過而家唔緊要啊，我哋而家即係新中國咧個科技都好好噶，唔輸蝕過呢一個嘅即係明治維新噶。雖然遲咗，但係咧我哋追翻。呢個就係梁啟超啊，學生嘅時候啊，去咗東京啊，因為咧呢一個嘅即係8日維新咧失敗咗嘛，之後佢咪唯有要走佬咯，就去咗日本啊，之後再輾轉咧又去咗其他加拿大啊、美國啊、澳洲啊，去到探討人哋嘅國情咧，了解點樣可以去到發展自己嘅國家，探討咧適合中國嘅政治制度添啊。梁啟超咧都有留意到呢個馬克思主義啊，咁咧就係去到介紹呢個社會主義，就引起咧部分國人嘅注意啊。呢個就係咧馬克思啊 Marx 啊，同埋列寧主義咯，咁啊非常之重要嘅共產社會主義嘅態度啊，原來都有段歷史同肇慶有關嘅喎。1916年啊5月1日啊，咁咧就係兩廣護國軍總司令就喺肇慶成立司令部，喺肇慶成立。咁啊，梁啟超咧就係任都參謀，咁咧就同呢一個嘅司令咧叫都司令咧就係岑春孫啊，岑春孫合影啊。清華園啊，自強不息，厚德載物啊，唔知係咪呢個清華大學嘅前身就呢個清華園啦。商務印書館啊，係咪好熟悉嘅啲名字？第一輯啊，梁任公學術講演集，商務印書館印行。咁啊，仲有呢一個嘅印行，應該咁樣第2輯、第3輯啦。看呢個係梁啟超嘅樣，係咪真係好順德啊？好順德 feel 啊，順德人啲樣啊。結束語啊，講咩啊？我嘅中心思想係咩？就係愛國。我嘅一貫主張係咩？就係救國。我一生嘅政治活動，嚟出發點與歸宿點都係貫徹我國嘅愛國救國嘅思想與主張，冇咩個人打算㗎。一生咧都係為咗救國愛國，自強不息。啊，有出口望返去啊！呢一個嘅羅馬
色嘅拱門啊，望翻落去水池嗰度啊，你睇個景致。哦，自強不息，厚德載物。一出嚟經過話出口咧，就去另外一個嘅建築物啦，叫做仁堂啊，仁軒學校啊。呢個仁堂啊，係梁啟超故居東側啊，建於中華民國時期啊。咁咧，頂部女兒牆中間素有仁軒學校呢個隸書字體啊。咁咧就係曾經係茶坑村嘅重要教育設施啊，毗鄰呢個梁啟超故居啊。咁啊，同呢個即係梁啟超嘅故居組成一個重要嘅部分，有歷史意義咁咯。哇，你睇下佢嗰啲玻璃個窗幾靚，窗花好靚啊！一生家國夢，幾代赤子情。梁啟超家教家風字。梁啟超仔女好叻噶，呢個梁思永係二仔嚟噶，係考古學家。就講咗好多啲考古學嘅知識啦，咁樣。然之後有個梁思禮啊，就係第五仔啊，係著名嘅火箭控制系統專家。你睇下梁啟超啲仔女幾叻，全部都係叻人啊！仲有梁思達啊，第四仔啊，經濟學家喺日本生於日本啊。哇！梁思純係長女啊，詩詞研究專家，明唔明啊？我叫梁思聰啊，第三仔啊，係炮兵上校啊，又係生於日本啊。仲有梁思莊啊，次女啊，圖書館學家。我咁多仔女，仲有個叫梁思義啊，社會活動家，係三女啊，係生於北京嘅。哇，仲有個梁思玲啊，係第四女啊，喺上海啊出世噶。咁係呢個新四軍戰士，唔少得呢個梁思成啦，係長子啊，係建築學家啊。好多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嘅領導者啊，勁啊！到佢最入邊嗰個嘅即係房間咧，先見到梁思成啊。咁咧就係著名建築學家，就講佢嘅長子啊，又係生於日本噶，然之後去美國留學啊，係好著名嘅建築學家。話梁啟超幾犀利啦！咧做間新華書店喎，你睇下幾文靜。出邊咧仲有一個天井咧，然之後你睇下喺度，哇，休息下幾舒服，好靚啊！啲葵嗰啲葉咧做葵扇就係我諗係呢啲啦，好靚啊！書與畫的庭園，美麗庭園，你和我的鄉村。哇！呢間新華書店啊，4點半就關門啦。咁咧就係而家佢嗰個入口嗰度已經關咗啦，然之後預備關門啦。睇佢嗰啲，哇！上面呢啲嘅浮雕幾靚，有啲花啊、雀仔啊、山水啊，哇！好靚個浮雕，哇！好靚喎，睇下一辣嘅浮雕喎。對面啊，仲有個黃色嘅建築物都好靚啊！你睇佢嗰條柱咧，幾高幾靚嘅柱，然之後咧，佢嗰邊有個塔喎，咁咧，你睇佢咧要行好多階梯先至可以上去噶，有斜台喎，哇，真係好靚呢度環境。呢度咧有個公祠啊，有納涼公祠啊，姓梁嗰啲祠堂啊，應該係。所以大家咧嚟到咧，真係要預多啲時間啊！唔好似我哋咁咧咁遲先嚟，我哋4點鐘先嚟，差唔多4點先嚟，佢5點鐘就關門咯。最後4點鐘入園噶，免費噶，樣都個設施好靚啊！哇，真係好，即係嚟到呢度咧，即係有啲即係要預花時間。咁我都再一次祝觀眾咧，就係感到幸福，沒有恐懼。